这特别漂亮。通过这个把它配饰。现在看那小瓷器上万件。哦。那么市场的花纹，你看在这里是我们画的是石板的桂花，四季如意，这个丝丝如意啊，四季发财等等。那么就是在世上还有蝙蝠图案，这是咱们在用现代的造型基础上，我们运用的是传统花纹。哎，所以说把这个现代文化、传统文化充分的结合起来，形成一个更灵动的一个老树的体现。对啊，你看，没有的。